來看，這中國是直直咧侵擾咱台海的普屬地帶。海巡署是來警示講，中國的海警呢，一當是有超過30架次駛來到咱的東沙海峽，因的目的就是要來探咱的反應。那專家是分析講，這中國的海警呢，佮利用這掠違規漁船的理由，想要延長留佇咱禁限這水域的時間。不叫中國海警山腰棟梁，不叫中國海警山腰棟梁。海巡公布，甲裝入來東沙島限制水域的中國海警船甲趕走。這幾年，中國的船實在是愈來愈搶手。根據海巡的統計，自去年2月到今年5月2日，中國的海警船到12隻、39隻侵擾咱的東沙海域，已經自罕罕的一擺變作有節奏、有策略、有目的性的普屬地帶侵擾。中國海警對東沙的侵擾，目前已形成具備軍事、法律、資訊與心理複合功能的灰色地帶壓迫。它的核心目標就在於消耗我方能量、測試反應、擴張存在，並為未來可能的行動預做準備。海巡警告，自去年3月就捌發生中國的漁船入去東沙海域違法掠魚啊！咱的海巡甲中國船隻趕走，中國迄邊的海警船就故意要上這中國漁船來檢查，因的漁船隨着馬上配合海警船停船，咱的海巡繼續公布，這個船隻才甘願離開。因為東沙島距離高雄差不多240海里，專家分析，中國想要製造集團的假象，實際上是要來測試咱東沙勤務的部署。美其名說，這個是我們登檢，就中國的公共船舶登檢他們違法的漁船透過海警船舶在東南沙執行海上執法，來宣稱他們就內海化。另外，專家嘛強調，中國小想和金門海峽內海化，利用海警船特不時就挖過來金門的禁限制水域段，攏是希望消磨咱的主權。因為海巡是執法單位，應對的力頭是有限，所以目前海軍陸戰隊派兵在東沙島看顧。但國民認為，國軍在東沙島精實防衛性武器，也有精蘇設施，就是要來嚇驚中國軍宣示主權。記者綜合報道。